继续来看这个政坛性骚扰的案件，搁加一件。台北市议员将派军来指控着这位政治的评论员朱学恒，硬甲针搁针两解，甚至搁甲伊警体讲非得咯，明仔载你就袂记哩咯。啊，互指控的这个朱学恒，同一个时间拄好咧直播，伊怎啊直接伫节目来道歉。伊讲伊啉酒啉甲拢呛去咯，所有代志拢无印象咯。不过张派军讲，朱学恒甲强针了后，佫表示讲，家己所叫的 Uber 客停车已经够咯。既然是啉甲呛去，哪有法度佫家己叫客停车咧？啊，朱学恒是针对指控，讲伊愿意来承担所有的责任。我想我的确犯了错，我对造成困扰的任何人，我都会诚恳的道歉认错，面对任何的后果。就伫咧直播顶直接回实咧，因为朱学恒真一暝互指控讲食豆腐。北市议员张派军真一暝伫咧人面册写落落长的文章，讲伫咧旧年8月，甲朱学恒食饭，伊就趁包厢无人，向位边啊踅过来甲伊针，佮甲伊揽，佮讲反正你明仔载就袂记哩。当时张派军规个人惊甲硬去，朱学恒佮一把甲伊针，才互伊气甲紧走。上一次跟钟佩君议员在这个邀约饮宴之后，我当天完全喝到断片，所以后续发生的事情，我真心完全不清楚。朱学恒嘛，心情甲人欺负，佮伊伫解释讲，家己是啉甲麻西。毋过来看张派军指控文章，就伫咧讲针2摆了后，朱学恒佮笑甲伊讲，我拄则叫 Uber 嘛到位啊，之后网友就邀伊讲，啊啉甲忙去，佮当叫 Uber。那钟议员这个对我所做的事情直接提出指控，我想我没有办法否认，因为坦白讲，我没有任何的记忆，所以我也曾经写了这个道歉书，然后跟他道歉。过去你家己写过回实的批，张派军嘛提议传的电子批互大家看，嘛真不满讲，伊写回实的批，朱学恒挑工甲主动感染，佮有针动事情，张派军13个字提调。另外，朱学恒伫人面册回实的文章，本正是向全部叫我无发言人回实的，落尾改做是向张派军议员和社会大众回实的，这嘛引起讨论。我愿意为了我做的事情承认，但是我必须要说，这个真的是我喝到断片了。让受害者张派军嘛发出上声的声明，讲家己会计划和处理人斗阵，先好好休困，心情整理好才阁转来做。市议员的这次麦当好，政坛性骚扰嘛一件接一件拖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